大家好，歡迎嚟到第4課。今日我哋從零開始了解 embedding 模型係點樣構建嘅。我哋會用動畫一步一步展示 MXPE Embed Large 嘅核心架構。首先睇下大局。我哋嘅迷你模型只有7萬幾個參數，2層 Transformer， 64維向量。而 MXPE Embed Large 有 3.4 億參數，24層，1024維。但係佢哋嘅核心架構係完全一樣嘅，只係規模唔同。第一步，分詞。神經網絡只識處理數字，所以要將每個字轉成一個整數 ID。例如 the 變成5 ，cat 變成64。如果句子唔夠長，就用 pad 填充到固定長度。真正嘅 MXPE Embed Large 用 WordPiece 分詞器，詞彙量有3萬個 subword。呢個就係完整嘅模型架構圖。由上到下，首先輸入 Token ID， 然後經過 Token Embedding 層，將每個 ID 變成一個64維向量，再加上 Position Encoding， 告訴模型每個 Token 嘅位置。跟住經過2層 Transformer， 每層包含 Self-Attention 同 Feed-Forward Network。Self-Attention 令模型可以理解字詞之間嘅關係。最後用 Mean Pooling 將所有 Token 向量平均成一個向量，再 Normalize 到單位長度。輸出就係一個64維嘅句子 Embedding。Mean Pooling 係將多個 Token 向量合併成一個句子向量嘅方法。每個 Token 經過 Transformer 之後都有自己嘅向量。我哋將呢6個向量加埋，再除以6，就得到一個平均向量。注意 ，pad token 嘅向量會被忽略，只平均有意義嘅 token。呢個平均向量就係最終嘅句子 embedding。Triplet loss 係訓練嘅核心。每次訓練用3個句子 ，anchor 係基準句 ，positive 係意思相近嘅句子 ，negative 係意思唔同嘅句子。訓練嘅目標好簡單，將 positive 拉近 anchor， 將 negative 推離 anchor。loss 函數就係，如果 negative 比 positive 仲近，就有懲罰。經過好多次訓練之後，意思相近嘅句子就會聚埋一齊，唔同嘅就會分開。嚟對比下訓練前後嘅效果。訓練前，模型嘅 embedding 係隨機嘅，所以無論係相似定唔同嘅句子，相似度都差唔多。但訓練後就好唔同啦。相似嘅句子好似 cat 同 kitten， 相似度好高；而唔同嘅句子好似 car 同 baby， 相似度變成負數。模型成功學識咗分辨語義。而家我哋一齊睇下呢個腳本實際跑起嚟係點樣嘅。我哋會逐步睇每個 step 嘅代碼同輸出。第一步，分詞。左邊係代碼，右邊係運行輸出。程式先建立一個詞彙表，將每個字配一個整數 ID， 然後 tokenize 函數將句子轉成 ID 數列，唔夠長就用 pad 填充。你可以睇到 cat 變成64， kitten 變成13。第二步，建立模型。我哋用 PyTorch 定義一個 mini embed model。佢有 token embedding、position embedding 同2層 transformer， 總共大約7萬幾個參數。訓練之前，模型嘅 embedding 係隨機嘅，所以 cat 同 kitten 嘅相似度同 cat 同 morning 差唔多。第3步定義 triplet loss， 第4步開始訓練。每次訓練除一個 anchor， 一個 positive， 一個 negative。loss 函數確保 positive 嘅相似度比 negative 高至少 0.5。你可以睇到 loss 由 0.49 逐漸降到0，模型已經學識分辨語義。80個 debug 之後，訓練完成。第5步，評估。訓練之後 ，cat on mat 同 kitten on rug 嘅相似度升到 0.71， 而 cat on mat 同 runs morning 嘅相似度跌到負 0.39。其他測試句子都符合預期，意思相近嘅得分高，唔同嘅得分低。我哋嘅迷你模型成功學識咗語義。第6步，
睇下向量入面到底係乜。一個64維嘅向量就係64個浮點數，每個數字代表句子含義嘅一個面向。右邊嘅圖顯示咗頭16個數值，正數同負數分開顯示。成個向量嘅 L2 norm 係1，因為我哋做咗 normalize。MXPay embed large 都係一樣，只不過佢有1024個數字。完整嘅 Python 代碼可以喺 GitHub 揾到。去 Lesson 4 embed model 文件夾入面嘅 build_embed_model.py 會用 PyTorch 從零開始構建同訓練呢個模型，大家記得自己跑一次。總結一下，構建 embedding 模型嘅5個核心步驟：第一 ，tokenize 將文字變成整數；第二 ，embed 將整數變成可學習嘅向量；第三 ，transform 用 self-attention 理解字詞關係；第四 ，pool 將多個向量平均成一個句子向量；第五 ，train 用 triplet loss 訓練模型分辨語義。呢個就係所有 embedding 模型嘅核心，由我哋嘅迷你模型到 MXPay embed large 都一樣。多謝收睇，記得去GitHub自己跑一次 build_embed_model.py，親手訓練一個 embedding 模型。